主后2024年9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选择无共，人生无共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34章第19、33节。约瑟亚继位时8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1年。伊做上主看做好诶事，行伊诶祖先大笔诶路，无偏左偏右。约瑟亚做王第8年，伊还少年就祈求伊诶祖先大笔诶上帝。4年后开始洁净犹太甲耶路撒冷，扫除山头坛、阿舍拉雕像、雕刻诶像甲铸造诶像。人民照伊诶命令毁坏巴力诶坛，斩断坛顶悬悬诶香台。伊阁将阿舍拉雕像、雕刻诶像甲铸造诶像拍碎，碾做粉，也伫遐个捌献祭互偶像诶人会望。将外邦神明诶祭司诶骨头下伫因诶祭坛顶烧，用安尼洁净犹太甲耶路撒冷。约瑟亚阁伫马拉西以法莲西面甲拿弗他利地区遐个荒废诶城，拆毁祭坛，拍碎阿舍拉雕像甲雕刻诶像，碾做粉，斩落以色列逐所在诶香台，就倒去耶路撒冷。约瑟亚做王第18年，土地甲圣殿洁净了后，伊派阿撒利雅诶囝沙番、市长马西亚、约阿斯诶囝史官约阿去整修上主伊诶上帝诶殿。因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，将所有献伫上帝圣殿诶银交互伊。这个银是圣殿门口诶守卫利未人对马拉西、以法莲甲以色列所有剩落来诶人，以及犹太、便雅悯甲耶路撒冷诶人民收来。因将遐个银交互管理上主圣殿诶人，互因转交上主殿内诶工人，就是做肉师傅甲建筑工人，去买拍好诶石、做梁甲条诶木材，通修理圣殿内外，互遐个犹太王损坏诶所在。遐人做代志诚实。敢毋讲个是利未人米拉利诶子孙雅合甲俄巴底亚，拄讲个是哥哈诶子孙撒加利亚甲米苏兰，阁有真贤奏乐诶利未人。因管理遐个运搬诶工人，嘛监督所有做逐款工作诶人。利未人有诶做书记。做官员甲守卫，因将献伫上主圣殿诶银搬出去诶时，大祭司希勒家发现摩西所传上主律法诶册。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讲：“我伫上主圣殿内面发现一卷律法诶册。”希勒家将册交互沙番。沙番就带即卷册去王遐，甲王报告讲：王交托你诶仆人诶工作，因拢有得做。奉献伫上主圣殿诶银拢拼出来，交互督工甲工人。书记沙番阁对王讲：大祭司希勒家有摕一卷册互我。沙番就伫王诶面前大声读迄卷册。王听到律法诶话，就拆离伊诶衫。王吩咐希勒家沙番诶囝阿希甘
米迦的囝阿伯顿书记沙番甲王的人臣阿撒雅讲：恁去为我为以色列甲犹大留落来的人民，将所发现即卷册的话请问上主。因为咱的祖先无遵守上主的话，无照即卷册所记载的假事去做，所以上主对咱发大生气。对安尼，希甲甲王所派的人做伙去见女先知何力代，伊是管理礼服迄个沙龙的某。沙龙是哈尼哈斯的孙，得我的囝。何力代住伫耶路撒冷新的城区，因甲伊请教。伊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去回复找恁来见我的人，甲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照伫犹大王面前读的册所记载的咒诅，降灾祸伫即个所在甲遮的住民，因为因气杀我，甲别个神明烧香，用因的所做激我受气，所以我要将大受气摒落伫即个所在无煞。毋过，找恁来请问上主的犹大王，恁着安尼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着听。我对即个所在甲遮的住民警告的话，你就忏悔，伫上帝面前谦卑搁拆二三，伫我的面前啼哭。我有听到上主讲：我要互你平安离开世间，转去你的列祖遐。你袂看到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甲遮的住民一切的灾祸。因就倒去，将这话对王回复。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众长老，王上去上主的殿，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住民、祭司、利未人甲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大小，嘛拢上去。王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，读互因听。王徛伫伊的位，伫上主的面前立约，要全心全意顺坦上主，遵守伊的诫命、教示甲规例，实行即卷册所写立约的话。伊互耶路撒冷甲便雅悯所有的人民，拢答应遵守即个约。耶路撒冷的住民就遵行因甲因列祖的上帝所立的约。约西亚将国内一切可恶的偶像除去，搁互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服侍上主因的上帝。约西亚活地的日，人民顺坦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拢无偏离。选择无共，人生无共。约西亚伫8岁的时做犹大王，因为约西亚的老爸阿文做上帝看做邪恶的代志，而且无像马西谦卑转向上帝，因为安尼在位2年，才24岁就互神仆刺杀。因为阿文早死，约西亚在位的时，应该有受到好的宗教信仰教导，互伊有机会行一条甲老爸无共款的路。以色列人真重视祖先的遗传，因伫信仰上往往会回溯到因祖先代笔的神像。虽然对现今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代笔是一个过去已经真久的历史人物，总是因还是想要甲祖先代笔共款，做伊捌做过的代志。经文指出，
约瑟亚效法先祖大卫王的模样，这拄是指伊伫信仰上有学习、大笔专心遵守上帝一切的律法。对圣经的记载，通知约瑟亚在位的时，做几个重要的改革。首先就是废除异教宗拜，洁净国土和圣殿。这次的清除偶像行动，是伫约瑟亚敬拜上帝4年以后，也就是伊大约20岁的时开始。约瑟亚展开宗教改革，甲国内一切甲偶像有关的事物，拢对以色列人中间除掉。这次的宗教改革真彻底，因为约瑟亚连异教的神坛拢除去。祭坛是起点野外权威的祭坛，通常是用动物做圣祭，甚至甲人当作祭物。人甲山头坛起点悬的所在，是认为安尼甲神明较接近。根据正主圣经百科全书，山头坛的重要部分，第一是祭坛，伊可能是一堆土，也是未经过加工的石头，也是用一块石头砌成的。基础可能是一支石条，代表男性神明有用物崇拜的含义。第三可能是一丛树仔，也是一支插条，代表女性生殖崇拜的神明阿舍拉。第四是伫洗肠仪式中使用的水盆，若是也有的偶像的山头坛会建筑庙宇来保护偶像。伫山头坛除了献祭，甲庙宇交合的行为也真普遍。以色列人过去也有山头坛，不过祭坛的形式和祭仪甲迦南的异教大不相同。而且圣殿建造以后，上帝就命令要废掉山头坛。圣经中讲到一寡好王虽然信靠上帝，却无法度完全除去山头坛，检采甲人民受异教影响有关。约瑟亚的其他重要改革，也包括重修圣殿，甲上帝重新立约，遵守律法。重修圣殿的时，祭司伫库房发现律法册。约书亚对安尼知影，上帝以色列法受气，是因为因的祖先无听叹伊的话去做。约瑟亚谦卑悔改，祈求上帝旨意，上帝就透过女先知何历代，伊传讲信息，应允伫伊死前未惩罚耶路撒冷。对阿门和约瑟亚白囝身上，通看到因的人生行伫完全无同的道路，一个离弃上帝，一个专心倚靠上帝，因的结局也大大无同。对安尼通看见，一个人对信仰的无同选择，会导致完全无同的人生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应该安怎甲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？伫生活中，我应该安怎甲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？咱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，伫这多元的世代有真侪有隙，求你帮助我辨别，搁拒绝有隙，互我单纯倚靠你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心灵拢勇健平安。